十字門嘅琴舞新城事隔3年，終於有新個項目出嚟啦！今次呢個項目咧，除咗價錢、園林同埋交樓標準，實用率可以跑贏成個十字門嘅細戶型嘅。我哋一齊嚟到入戶大堂睇下，8米嘅層高，就好似成個酒店式嘅，非常之高檔啊！我哋上到去上面再參觀，諗唔到我哋嘅小區配套咁齊全，咁有檔次喎！平時你可以喺呢度飲下茶、飲下咖啡，再飲下酒，仲可以出去出邊游下水，睇下我哋每一層都有咁大嘅會所嘅。嗱，睇下我哋呢度仲係我哋嘅珠海港人服務中心嘅一個點啊！再出去睇下我哋5300平方嘅園林，我哋嘅園林呢係新加坡空中浮島園林，呢度呢就係我哋嘅泳池啦，好新穎噶。咁我哋首開呢就係呢一棟，我哋去睇下。依家嚟到我哋嘅3樓入戶大堂，我哋嘅入戶大堂仲有另外一種功能，係我哋嘅生活館啊！生活館你睇下層高幾高，4.6米嘅層高啊！我哋每一層呢係做咗不同嘅功能嘅，有瑜伽室啦、健身房啦、小朋友嘅遊樂場、卡拉 OK、試驗廳都係包括有啦。你可以唔使出門口就可以享受到所有嘅生活配套。依家我哋上到樣板間參觀，我哋做咗3個樣板間，2個58平方嘅2房，同埋1個85平方嘅3房，精裝修嘅交付嘅。我哋呢次58平方可以做到2房，可以講話非常之實用嘅。以前嘅產品呢，就只能夠做1房啦。嗱，望出去嘅視野係非常之靚嘅，可以睇十字門小學操場啦，又可以睇馬騮洲山公園，高層嘅仲可以望海。而家總價130萬就可以攞低啦，首期只需要19萬5。今日呢，我哋可以應籌2萬蚊就可以應籌，仲可以享受應籌優惠嘅。咁如果你用嚟出租亦可以租4500到5000蚊。我哋依家目前有返租嘅嚇。再過嚟睇下我哋嘅85平方嘅3房啦。嗱，85平方可以做到3房。呢度仲有個露台嘅位置俾到你曬衫嘅，亦係呢個東南向嘅位置，望咗去視野非常之寬闊。呢個戶型每一層只有2套，可以講最早賣晒呢個戶型嘅。睇下入邊嘅東南向嘅3房，因為我東南向單邊位700米就可以到華發商都啦，周邊仲有我哋嘅會展中心啦、中野大劇院啦，同埋瑞吉酒店啊，呢啲5星級嘅酒店都係喺呢度附近啦。嗱，呢個主人房係非常之靚嘅，270度嘅轉角，呢邊睇馬騮洲山公園啦，呢邊可以睇海景嘅。呢個戶型呢，目前係215萬到240萬就可以攞低噶。中意嘅朋友們可以評論區留言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